所以有时候你可以自己做对比啊。接下来可能是接那个文化篇的一些资料哈。好，所以大概都跟文化有关系哈。好，我们看一下哈。那这边呢，大概是哦，中文差不多了哈。这边就是讲这个起源哈，这也是一首歌哈。那我们前面已经翻了一些了哈，我们往下翻哈。那本来想说分段啊，但是这样分段可能不好翻啊，因为后面没什么好翻的啊。分别是啊，后来他们生下4个孩子，分别是独麦、马斯拉啊、扎拉、巴拿亥啊、嘎鲁、古尔、达棒、马斯拉哈啊。我们翻看看，就是它的重点是后来他们生下4个孩子啊，分别是啊这样子。那你看你怎么翻哈？练习看看哈。把这个我原本是给它分开的了啊，但是后面这几个就没有什么好翻了，分别是那个都出来了啊。所以连看看哈。所以这边呢，主要的主词是这个长蜡哈，记得哈，长蜡是主词，生下是动词。啊，那怎么样跟后面这4个做连接？分别是啊，生下分别是啊，其实生下来分别是就是这4个孩子啊，这样怎么连接啊？所以这个来讲，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单词啊，只是要怎么把它合并，还是分开也都可以啊。后来呢，这个词呢可以跟这个句子分开了哈。后来其实就是个转折语哈。好，子熙也进来了哈。子熙你就赶快翻哈，翻一下这个。后来他们生下4个孩子，分别是独麦哈、马斯拉、达拉啊。这个句子的主要关键就是他们，你要把它写成主词啊。那动词就是生下啊，分别是啊，是生下是啊，这个是主要的动词啊。
好，你好哈。后来可以分别它跟句法结构没有关系哈，所以是从主词开始，他们生下啊，所以这个两个词，他们生下，那生下你看是要怎么显示出来哈？当然生下4个孩子，分别是啊，所以最好就是按照我们中文的这个结构去翻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记法结构才会对称啊，对称。所以对称就是说主词是主词啊，动词是动词，一般动词不会出问题，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主词呢不是主词，它可能用临属格词。这个问题在那个在9节教材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哈，就是记法结构是没有对称的哈。好，这个书写的翻出来了哈。按照这个词呢，基本上除了名词之外，基本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哈，因为人名嘛哈，人名我们确实是不太熟悉哈。好，一个哩毛不脏了都38个娃娃就多卖好，好，几多卖嘛是了，几张了完了嗨几加入我几大棒嘛是哈，基本上哈这个结构是正确的哈如果说因为他们是4个人嘛哈，他们分别是就是你看，后来他们生下4个孩子，这个没问题后来他们生下4个孩子，他们分别是那因为你是用单数那个书显你是用单数，我不是说你错你这个翻译也是对的，就是说，就说这个概念是这样的你看毛夫张了，毛夫张了都38个娃娃所以他们是他们分别是这个概念是在这里他们分别是你这个屋没有显现，这个屋有没有鸡？所以你这边要再加什么？分别是，我们这个分别不用说是你没有翻出来，屋，所以前面要加个屋，屋这边要加个屋那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乌扎，因为他们是4个人，对不对？乌扎都麦乌扎都麦马斯拉有没有？乌扎都麦马斯拉，然后怎么样？逗号，这个鸡都不要了乌扎都麦马斯拉扎到巴拿海有没有？因为这个扎就是他们，可以理解吗？可以。哎，这样就好了。好，扎就是他们，他们就是那4个孩子有没有？所以这样就是对应的。有时候就是说，因为这是阿妹的这个认知，因为那个4个孩子就是就是他们嘛所以分别是乌扎这样的话就可以乌扎多麦马斯拉扎拉，你看这4个就是他们那个扎就是复数嘛，是不是？鸡就是单数嘛这个没有问题吧？好，可以。OK 好，智慧的出来了这个智慧是用很通俗的话
好，一过了度，好，一过了度，哈，一过了度就是后来了哈，一过了度吉娃娃张了度18啊娃娃哈，这个也可以了哈18啊娃娃就是你18后面有个娃娃，如果是18就不行哈，理论上还是什么沙斯巴通常就是指人啦，通常或者是动物哈。那这边的这个智慧的也是一样哈，因为叫分别式嘛，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是要加乌哈，加乌啊，加乌比较好了哈。那当然用鸡也不是错哈，就是说因为这4个人是复数，扎乌扎都麦，好会更好乌鸡都麦，他们分的4个人，可是4个人他是的孩子嘛，是不是啊？所以就是你跟这个做对比，大概就是一样的概念。但是建议是一加5，好，因为分是一加5好比较好哈，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哈。吉娃娃当然吉娃娃就是有孩子哈，没问题。马后夫就是生出来啊，吉娃娃当然就是生孩子，没问题啊。好，现代的你看这个就是马兰的哈，吉娃娃。好，吉娃娃设成了38代哈，所以你看它是这个哈，如果是这样子哈，这边要加个逗号比较好，好，因为1哈，如果你不加逗号，你会变成是它就是他们认为的什么，那个叫做一到点的信息要加，一定要加，如果你不加哈，会很容易搞成那个他们说的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东西叫介系词对，很容易哦，会搞错哈。对，好，扣分。好，吉娃娃沙张拉没有问题啊，就是那个沙就是生下的那个当下状态啊，这个词缀可以用的非常好，就是其实那个就是沙后来就是那个沙沙斯巴代是个的喜都麦马斯拉扎拉哈，所以你只用一个西当然也是可以哈，但是重点是什么？还是要加乌一定要加乌是不是？是喜都麦马斯拉哈。可是如果是西的话呢？你看这个就如果是用复数的话，你们怎么说哈？他们是的话，读卖他们是那个前面的词缀你要改成什么？沙都麦用沙吗？可以用沙吗？沙应该是渣吧？渣不可能是沙吧？渣哈，没有问题哈。对，说如果是你说是沙的话，那真的是要研究哈，因为西是单数，沙应该是复数，可是我目前还没有看过了哈，没有看过不一定没有哦。那因为我们的资料真的是欠缺的哈，欠缺的按照道理讲，西是单数，那个沙应该是复数啊，可是你们只有西，并没有沙这个词缀哈。我是讲这个人的这个词缀哦，鸡跟渣的概念，可是我目前还没看到沙的哈。好，这是题外话哈。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还是加乌比较好哈，加乌，加乌。好，这个应该是不难的哈，这个应该都是没有问题哈。好，秀兰哈。好，它是用那一古兰哈，那一古兰好，那一古兰就是后来了之后了哈。
好，可以哈。48구你会不在能了？好，你会不他们所生的可以哈，这个还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主词基本上是还是在他们在这个主词的这个里面哈，这个翻译我也是可以接受哈。好，他们所生的4个哈，4个孩子，你用48구你舒服在能了，娃娃这个可以哦，好。우자 또마이好，马斯拉扎拉好，这样好可以哈，所以前面加个乌绝对是有必要因为分别是哈是当然分别就是这4个嘛所以加乌加乌是一定是有必要的哈。好，老师，如果我加那个你舒服站，你嘎舒服站可以吗？你嘎舒服站也不是可以，因为就是你嘎舒服站就是要生。你看，就是说他有点强调生，就会不太一样。好，就是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要生这4个孩子？会变成是这样子就是你嘎的话，你加你嘎的话，他有强调的意思在。好，好，所以应该就是你舒服站就可以了，舒服站，你舒服站所生的，他们所生的OK，好，还有。那个，老师，如果那一股烂，我后面就不用逗号了哦。我要逗号吗？那一股烂也不用了，就是说怎么讲因为你没有一呀。如果有一一定要加。你看那个一锅的一有没有？如果是一的话，它必须要加，要停顿。如果没有一，理论上可以不用。就像这个可以不用加。对，因为一它就是一个停顿。是一个停顿。那好的。哪一股烂读一，哪一股烂读一，那就必须停顿。那就要，那就对，好。一锅的一有没有？那一锅的多，你看一锅的多还可以一锅的多几万瓦，你看还可以可是一必须停顿，一必须停顿。就是我在那个箴言里面有讲到一的时候，特别是句尾的一，我都把它翻成这个叫做一，叫做这个子句分割词就是表示后面还是有个子句我把它写上来这个一呢，我会翻成这个子句。分割就表示后面什么还有一个子句，还有句子。对，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一就必须停顿如果你没有一，不用一就可以直接衔接OK， 谢谢。好，子习的好了哈。好，一个一好，所以我的建议还是这里一个一要停顿分割不负战能了，不38不负战能了好，我们等一下看乌吉都麦马斯拉扎绕扎绕巴纳海加入古二打棒了打棒。子琪，你是用什么打的直接在手机打那个子琪，对，你是在手机上打对不对？对，还是在电脑？手机对，手机。对，你看我就知道手机，因为手机真的是不好打
我也不太喜欢用手机打哈。好，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哈，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中文结构哈。后来他们生下4个孩子，这个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主词，好，生下是动词哈。那你看你的句子是剖腹真能了。好，如果按照这个结构的话哈，剖腹真能了，故38打娃娃就变成这样子咯，有没有？剖腹真能了，故38打娃娃。好，腹正哦，还不能剖腹战，剖腹战也可以啦，勉强哈，因为剖腹本身有动词的词性啊，所以你的那个他们呢就不是主词了啊，属于他们生的。好，属于他们生。按照剖腹战的话，是我所生的，他们所生的，所以那个剖腹战呢是名词哦。所以如果按照你这个结构，这边还要再加个u，好，或者是你剖腹战能了38打娃娃，这个结构还可以。可是呢，你这个结构怎么样？刚好颠倒啊，它的主词是什么？他们所生的，好。他们所生的啊，后面没有问题啊，我去读卖什么那个都没有问题哦，要加个u。那现在你的结构就是在这里出点问题哈，这个结构在这里哈。如果按照主词的话哈，啊，张娜是主词啊，剖腹真啊，米剖腹啊，好，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哈。马虎腹张了有没有？马虎腹张了，可不可以用马虎腹？这个u不要，可以。所以马是不是？马虎腹，你是马叔腹还是马虎腹？马虎腹。啊，马虎腹张了是不是？他们生嘛，是不是？对。马虎腹张了都是不是？这边就对了。生什么东西？生4个小孩嘛，所以都是不是？所以这个结构就是对的哈，就是按照中文的话，他们生下4个孩子，生下来的是什么？4个孩子，是不是？所以这个结构才是对称的。马虎腹张了，主词是张了，啊，动词是马虎腹，是不是？生下来，啊，生什么？4个孩子都。受格啊，马虎腹都38打娃娃，生4个孩子啊。主词去掉的话，它就是一个什么动词的词组啊，动词加进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啊，这个可以理解吗？没问题哈，这应该不难，只是说这个动词、主词、受词的这个概念哈，就是因为我们以中文为主哈，他们生下4个孩子啊，所以这个结构的话啊才是对称的。马虎腹张了都38打娃娃哈。好，可以哈。老师，他这个就没有后来啊？有啊，已故的在这里啊。我只是把这个句子拿出来啊。已故的在这里啊，已故的已故的有没有？有啊，在这里啊。我只是把这个句子给它拿下来对调一下。已故的有啊，它有翻了，在这里。后来啊，它有翻。好，没有问题。好，好，应该 OK 了吧哈？还有谁没有了哈？好，那我们看。老师秀兰老师上面有一个不知道是谁，主语翻译课那个不知道是这是谁？这是谁？不知道主语翻译课这个是哪一位同学？对，是我啦，慧琴。哦，你怎么又？是因为我的电脑很奇怪，然后用手机打又不好打。哦，你是慧琴哈，好，讲话嘛哈，好，慧琴，好 ，OK， 好，慧琴哈，好，沙吉娃娃沙长了138代，啊，所以你这个哈也是一样哦。如果138代的话，就麻烦大了哈。我先把它放大哈。沙吉娃娃沙长了这个停顿一定要加个这个啊，它才不会连到后面这个啊。
当他们生孩子的时候呢，当他们生下孩子呢是4个，是不是？38代，啊，不是18代哦，是38代哦。那个慧琴，少打了，还是一定要加沙哈。要加沙。如果你不加沙的话，就变成东西了。18代阿曼南，好，打造的话一定是什么？38代哈。啊，西娃娃沙张拉伊哦，38代好，基督麦好，这边还是要加个乌哈。我的建议是这样，这边加个乌基督麦马斯拉基好，啊，前面加基都 OK 哈，没有问题啊，因为他们是分别的人哈。那就说你也可以用扎，好，扎的话后面都可以省了。乌扎督麦马斯拉是不是？好，都可以哈。好，这个没问题。这个你为什么用沙吉娃娃沙哈？你的概念是什么？听老人家讲啊，听老人家讲哈。啊，你的后来在哪里？后来哟，没有加吗？后来，对，后来，因为你沙吉娃娃沙的话就不一样了哦。如果前面的那个沙不要的话，就可以。吉娃娃沙就表示是生下的那个状态。哦，这个有点不一样哦。这个你再去多抹一下哈。吉娃娃沙好，吉娃娃沙张拉伊哈，但是你的一过了还没有嘛？你的后面是什么？后来怎么说？一过了一，那一过了读一还是什么？好，这边还是加了哈，加一个。你是用一过了吗？对，一过了，是不是？一过了，一就好了，还是读一呢？老师，一过读一也是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又加读了。一过了读一这样哦。对，我会加，我会加，也差不多，好像是这样。一过了一，一过了读一加读比较好了啊。如果是我会加读了哈。好，但是这个沙前面的这个沙呢，好像就是说这个沙什么，他去做他去生啊。那理论上，因为吉娃娃沙那个沙就是生下的状态会比较好。沙吉娃娃沙吉娃娃沙就是什么？他好像一直在生小孩哦，有没有？会有这个概念哦。一直去做那个生小孩的动作，叫沙吉娃娃。会有这个状态在哦。但是那个实体歌就有想说沙吉娃娃沙的那句有呢，沙吉娃娃沙什么？没有错，没有错。有加沙，但是就说就是说沙吉娃娃沙是不是啊？沙吉娃娃沙脏了。对，他有这样子写。所以歌是这样唱，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歌的这个解释不见得是正确。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它有时候要拉长音或者是减音，很多词汇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词这么长，它不可能唱这么长，音只有这么短。可是我的词很长，它就会减短。我的词这么短，要拉很长，它就你看就增加东西。所以歌词的词性这个技法结构，你们不要太相信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它的音就这么短，可是我的词这么长，它怎么办？减掉啊！我的音这么长，结果字这么短，我要怎么样？拉长。我一直不行啊，它就加。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按照词的话，我觉得是那个沙是不合适，不合适。好，当然这是我的建议我的概念当然你们还是可以在跟有问题还是要问。对好 OK 所以我说的不是就是对就是我们大家互相讨论。当然这是我的想法，那可能在别的方言就不一定了因为我是针对这个词还有词缀的概念去解说可能在某些方言不一定是我想这样的话会比较好老师，我可不可以分享我的想法？就是说，
就以汉人的学习族语的角度来学我们族语，我们族人往往就觉得我们懂那个意思，可是不会斤斤计较在老师说的词缀的精准上面。我是这样觉得啦，族人理解意思，可是他们不会计较那个对与错，是不是？应该我的概念是这样，因为这是歌词嘛哈。对，因为这是歌词。除了歌之外，有时候我看文章啊，然嗯，后大家的口语在说，然后输出文字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都这样讲啊，部落都这样讲，可是文字就要精准啊。对，小杜在过没有阿古，错。这个不是对你说的对，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缺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口语嘛，口语本来就是说我怎么说是我的个人的表达，是不是？可是如果说是文字的话，就不行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概念还没有突破，因为我们所有的文章基本上是口语化，所以它的翻译就会出现瑕疵，不能说意思错哦。因为它没有主格、动词、受格的概念，它只是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可是记法结构就不对称。现在主阶教材可能30%是属于这种概念，就是没有按照中文是对不称的，30%是不行的啊。我自己看了很多，对啊，它明明是主词，结果它是受词，那就是会有这种概念啊。所以我学到老师的解释了，瑕疵，会有些瑕疵。意思是对，可是记法结构怎么样？不对称，所以我们要提升。对，好，这样的话我们好教书啊。哎，老师，这个不是主词吗？为什么在阿妹不是呢？不是出错了吗？小学还不会问，国中、国小都不会问，大学他就问了哦。真的，是不是？真的，老师不对啊，这个是主词，为什么这个是受词？那你怎么解释？对，但是很多老师答不出来。对，很多老师答不出来，我们都是这么说啊，就解决了。就是啊，所以我们有这个课，我也觉得很高兴啊。就是那个嘎造哈，还有这个苏贤他们很认真安排哈。我本来是不接的啦，谢谢老师，我才是不接的，是不是？不行了，老师就是你接了。我说好，硬着头皮。好，我们看下一句哈。这个应该就更简单哈，在北部他们来到奇美部落Kiwi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认识部落的名称 Kiwi， Kiwi 就是奇美部落好，你们现在先翻看看哈。其实我疑惑，那个中文是不是应该是说原来在北部？是吗？我少了是吗？不对，因为好奇怪因为翻译的话，我会觉得怪怪，在北部。没有差了，为什么？因为这边有一个逗号。如果没有逗号的话，就比较麻烦。在北部，他们来到就不对称了。在北部当然我们就是练习翻译，因为我是把他的中文拉下来当然他们原来在北部，后来可是中文也不对啊。他们原来在北部，后来他们才来到奇美部落，这样才顺啊，是不是？所以中文还是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尽量翻了中文不好，我们把阿妹翻得很好，那也可以。好，表示我们阿妹比中文好嘛。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字翻那奇美部落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部落刚好就是在大港口跟瑞穗之间那如果你有机会呢，你也可以去那边走那边算是比较传统的部落我去那边走访过3次我也泛过舟从瑞穗泛舟到那个大港口但是没有意思为什么？太平了，没有什么起伏就这样晒太阳也是个经验Kiwi Kiwi 其实是一种植物一种植物你可以去查因为那个地方都是这种植物，它是藤蔓类。那个 Kiwi 奇迹，请说。那个老人家说：“哎呀，我这边苏都大古拉古阿瓦盖。”对，这样对，Kiwi 就是一种藤类藤蔓类所以它拿来穿这个达古拉
好，所以kiwi 这种植物哈非常好，所以就直接转音成奇美哈，翻成奇美也是蛮好的哈，因为你看 kiwi 翻成国语还不好翻呢，翻成奇美应该多好哈。好，所以我走访了非常多的部落哈，去做调查做记录。好，所以这边的主词还是什么？他们是不是？他们来到，所以它是一个来一个到，它是连动词。好，他们到奇美部落就可以了哈，你不一定要翻那个这个来又到哈。所以我们阿美语也没有那么像中文这么那么绕舌哈。他们到奇美部落就好了啊，所以还是这个主词动词到什么地方kiwi 啊。好，这个秀人翻译了哈。好，现在已经翻好了哈。那亚米赛长了阿玛弗劳带你一年路弄 kiwi 这个也是可以的哈。从北部他们来到，你是用这个吗？弗劳带你也可以哈。那阿米赛长了阿玛弗劳带你一年路弄 kiwi 好，可以哈。好，主词基本上是在这里哈。所以它是把这个在北部这个词呢，它是把它连在一起哈，所以这个一定要有哈，这个要哈。那你看马弗劳就是搬家了哈，迁移哈，马弗劳带你到带你就是到来了哈，来哈。好，这个可以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是这样哈。那阿米塞曼弗拉瓦带你长大一年了，no kiwi。这样的这个结构可能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结构，因为它是什么？它有来到从北边搬到来到这样子好。有，我印象中对这个有一个公式 V1 R V2 好，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就是说真正来讲就是说也确实是你讲的这个这个主词的位置它很容易插在第二位才是规范的阿美语所以你讲的这句就是传统的阿美语结构那你这个第二句就是已经是现代的阿美语但是现代的阿美语年轻人比较懂，是传统的阿美语呢，年轻人会读不懂，他会没办法理解所以这两种记法结构基本上我都在教。好，谢谢老师。老师，那个阿密斯那个是不是要大写？不用，因为它是北部没有，它是北部它不是阿美族如果是阿美族的话，就要大写它是北部，不需要没有错所以大写才是阿美族如果是小写就是北部北方好，我们看书写书写写的很简单好，它就是直接按照字翻译了好，一个阿密斯，一个阿密斯好，
带你长了一个月啊娘了，带你长了一个月啊娘了也可以哈。这个就是比较是中文的这个结构哈，就是奇美部落哈。基维的娘落叫奇美部落哈，把这个2个字拆开一下哈。好，这个没有问题哈，但是这个是属于中文的结构哈。那真正的奇美部落的话，还是这个哈，娘落 no， 好，娘落 no， 基维，好，这个2个都是对哈。那基维的娘落就是比较是中文的结构，就奇美部落嘛哈。那鸟罗努基维的呢，属于奇美的部落啊，当然还是奇美部落啊，所以要把这个2个词，好，这个词组你看，一个是 no 的词组哈，用 no， 一个是用啊，哦，我们的麻烦在这里哦，你看它是可以变通的哈，可以变通哈，这个2个刚好就做对称哈，也可以做我们这个翻译的一个参考哈。好，我们看秀兰的。好，伊迪拉萨伊阿密斯哈，就是说这个秀兰这个哈，这个应该是小写哈，不能大写。对，小写的。如果大写的话，就变阿美族了。就是你要这个概念，特别是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哈。因为大写它就是专有名词，是那方向它不是哈，北边南边这不是所以还是小写哈。伊迪拉萨伊阿密斯哈，带拉张呢，伊基维谈的那鸟肉也可以哈。因为主词哈，主词在这里哈，长了。还是变白色比较好了哈，所以长了哈这个字颠倒了哈。带了长了，伊基维他的那样年了哈，他们去奇美奇美那样的像那样的部落哈，所以你的这个概念也是一样哈，基维的年了基维的年了是没有问题的了哈。好 ，OK， 可以哈，韩南奈也可以哈。没有问题，好，就是你觉得，因为哈南奈是不是你要强调那个什么体位？奇美奇美这样的部落，就表示奇美不是一般的部落特殊的很传统的部落。好，我们看一下智慧的哈。好，一定要阿米斯代拉是都长了一个月。乌尼阿娘路好也可以哈。好，伊迪拉以阿密斯在北方北部，代拉沙杜他们到那个地方的哈，代拉沙杜也可以了哈。一个月乌尼阿娘路一个月乌尼阿娘路这个智慧，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乌尼阿娘路？你的概念来自于哪里？一个月乌尼阿娘路没有错哈，我只是说我就是要知道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乌尼阿娘路，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就是讨论而已了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没有哈。所以乌尼的话，你要怎么解释哈？乌尼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你的概念是跟这个哈南奈是一样的但是哈南奈是指什么？指一位乌尼阿娘罗就是这个部落，是这个部落乌尼阿娘罗是这个部落是这个部落就是你的意思，乌尼跟哈南奈其实是有对称的就是要强调奇美这个部落所以乌就是只是这个没有问题了
只是我是想说，我们多讨论嘛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慧琴哈，慧琴，他这个也是很短哈。好，一个阿密斯带你长了一年了努力哈。一个阿密斯好，就是按照字面翻哈，一个阿密斯没有问题了哈，在北部，在北方，带你长了一年了努力哈，好，都可以哈。就说如果是用努哈，所以你看看，所以因为奇美是主要要讲的东西啊，属于奇美啊。属于奇美部落哈，在属于奇美部落哈。那如果是地位的鸟论呢，啊，那就要从前面翻了，就奇美部落哈，奇美然后部落，所以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哈，就是这边这个哈，地位的鸟论no地位哈，那基本上不管它是鸟论在前还是地位在前，都是什么，都有一啊，都有一哈。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讲的介系词哈。老实讲，我都不用介系词这个称呼哈，我不会用哈。当然，它是有介系词的概念，但是呢，在我的概念，它是个词缀哈，它是个词缀，就是这个词是不能单独独立的，不能单独存在就好像我讲的这个一哈。这边的这个一它可以单独认为它是分割，表示后面还有子句。可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书写呢，大家都是这样子，这个一是分开的，因为介系词是什么？它是分开的。可是我们是词缀，就是这个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哦，真的哦。我不是说现在要推翻他们现在的理论，我觉得你要慢慢形成这个概念哈。老师，那个如果是以萨萨亚也是要给他巴嘎 fit 吗？要啊，它是词缀，就是我讲的，它是不能单独成一个词的，不可以，因为它是词缀的概念。好，了解。好，好，因为了解。在晚上嘛，是不是？嗨，以萨萨亚，特别是在前面哦，特别是在主词的前面，它就是动词词缀啊。一做爱技术，那个在，你在哪里？那个在是动词哎。你在哪里哎？那个在，你做爱技术，那个在是动词哎。明白了，谢谢。谢谢。它是词缀啊。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子习的哈。那一个阿密斯一，那一个阿密斯一，在你是带你爱哈，你应该是带你爱了哈，带你爱脏了，以 TV 打鸟路哈，应该是这样。那一个阿密打错了没关系，因为你是用手机打，然后真的用手机打很辛苦哈。那一个阿密斯那一个阿密斯一，你会用一的话可能不合适哦，你要怎么改？就是这个地方不要用一，因为它就是在北部，就它比较没有，因为这个句子其实是可以合并的一个阿密斯那一个阿密斯一就是你看，如果说哈，那一个阿密赛等你看你就必须接了，你看这个有没有？那一阿密赛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有那一阿密赛，你看你要爱的话，你看它就必须后面要用来连接了。所以我们这个词哈，就是我们词的这个词之间的这个密度，它是靠什么词去连接所以那一个阿密斯，那一个阿密斯一，
你觉得那一个阿密斯意是顺的吗？就是对待你的方言来讲的话，我们是讨论的哈，真的，因为我也是想要多了解很多方言的这个使用上的差异。我是口语化直接翻，就是在北部。可是如果是那个拉是什么意思？啊，从北部。如果是我哈，如果你一定要加拉哈，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哈，前面加个都，有没有？这个拉还不能分哦。都那一个阿密斯一的话，这个就通了。你一定要加一的话，就是这个它的连接还是有它的规范哈。多那一个阿密斯一，我觉得就顺。那一个阿密斯一，这个多那是什么？当在北部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很简单，一个阿密斯，有没有？一定要是阿密斯。有没有？你看，你要做对比哦。一定要一阿密斯，一定要你看，就说它是一个词组的概念啊。多那一个阿密斯，然后你加一就 OK 了。有时候就是说，当然这是我的理解哈，就是说你看看，就是说，或许你们的方言哈，因为这个有时候多那跟那它到底是哪一个跟哪一个连在一起，这还很麻烦的。都还是那一个阿密斯一，还是？都那一个阿密斯，哪一个？你觉得是哪一个？都那一个阿密斯。对，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很多哦，因为很多是错的哦。它的那连到后面去了哦。啊，很多，我看到太多了。那是不能放在后面的。没有，可以。就是因为多那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词了。因为那还是发生。对于那个发生的事情叫多那，就演变成对，在当下发生的事情。对，但是这个那它很容易连到后面的词，那就是错误啊，很麻烦的。好，这是我们多讨论了哈。好，多讨论的话，我们大家互相脑力激荡了哈。好，有没有？老师，如果他是用那个那一个阿密斯。等你是不是要用阿来连接？对，就是你看，就是我们的阿美语，就是它的词缀哈换了之后，它后面的连接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东西哈，我跟你讲，只有我们阿美族他才能够知道。我跟你讲，白浪是很难的，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语法规律，就说，当然就说。白浪他要知道也不是不行，他要看很多很多的文章去了解，因为词缀为什么叫词缀？它带领整个句子的结构。咪后面应该怎么接？妈后面应该怎么接？嘎后面应该怎么接？这个在我们老人家的脑袋里面都是很自然的。可是我们这个后来读书的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要看很多文章，我们才慢慢知道一些规律。所以老师讲书贤能够这样翻，已经是非常不简单哦。书贤因为书贤是白浪嘛，你们知道吗？好，对，书贤很厉害哦，真的不简单哦。真的翻译是很规范的哦，很佩服他。对，我们自己阿美族要加油。哎呀，好 ，OK 哈，看一下，应该没有的了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老师。我们休息好，我们休息到8石头就在扫把顶扫把叫沙巴，可能有些方言的音有点不太一样哈。那我们就按照那个字就好了。原先是独卖马斯拉的房子那一块大石头，所以就是主词在哪里是所以那块大石头就是个主词的词组所以这个动词就是在是。好，你看怎么把这几个句子合并在一起当然你也可以按照分段去翻译
也可以按照中文结构了哈，你也可以合并，可以分开哈，就是不需要哈。那块大石头就在扫把底啊，这边可以停顿啊，就是说这个可以不要哈，根本不要，那块大石头就在啊，那但是它中文给它分开了哈，也可以合并啊。好，然后按照中文结构的话，那块大石头就是主词啊，大石头，那块大石头。如果按照这中文结构呢，第一动词是在，然后第二动词是，所以伊莎巴啊，正常应该是这个要先出来啊，不会是乌啊。好，看看你有没有更好的翻译方法哈。好，千代已经翻好了哈。好，那这个结构基本上就是按照中文的结构了哈。好。好，所以乌鸦哈，乌鸦当当哎，好，所以它是老师，我要用乌鸦。用你的方法。好，你isapat ko kay tira nuya tangaya afakro 你还是用乌鸦，nu uya 不是isapat ko kay tira 放在前面句首音可以啊，因为这个主要的动词就是伊莎班在， isapat 对不对？但是后面呢？后面怎么改？isapat ko kay tira nura tangaya afakro 伊莎班古改迪拉案嘛，对，好，改伊迪拉案，古改迪拉案，好，我给你改一下哈。古改迪拉案，然后呢，努亚什么？嘿，努亚当哎呀，好，那你后面呢？乌南努，嘿，好，这个南努要分开哈，因为这个是努哦，啊。对，这个现在很多的写法就在这里，很多错误在这里哦。这个 nu 它是可以独立存登单词，乌努有没有？乌努尼玛努啊努，它不会跟别的词连在一起哈，所以呢努乌那努，把我们按你读麦马斯拉，是不是？啊，你自己再念一遍看看顺不顺？ isapat ko kay tira nuya tangaya afakro o nano parumaan ni tumay masra 顺哈。哎，好，对，要纠正回来，用习气的那个结构，哎，没有，你真的要练习这样翻哈哎。如果是我哈，因为怎么讲呢？属于那一颗大石头有没有？它在这里哈，属于那个农药是属于那个哦，它的 IF 这个就是主词嘛。可是你加的是改迪的案，你这个改迪的案是什么意思啊？在哪里？就放置在那边。好，理论上哈，就是说我现在这个保留哈，我再修改一下哈。好，因为你这个菇那一块就是菇了，所以那一块的话，那个的话，你会怎么翻？因为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量词哈，并不明显，就一棵树啦，一块糖啦，它都是靠什么指示代词或者是数词去并下来，所以伊莎巴
好，isabat kuya tatanga fakro，可以吗？对，我刚才一直在想，他做这个主持啊，个啥个，原来是对，古亚就是那个那一块啊。好，好，好，谢谢。就是你背那个那一块那个字块哈，你的关键是你一定要把那个块翻出来，就是你的句子不是错哦，就是说这样的话更精简啊。isabat kuya tatanga fakro，当然fakro，乌南努，你看南努就是原先嘛，原本属于是，是不是？乌南努。啊，没有问题啊。乌南努帮我们按例不卖是吧？啊，这个就是可以让你做对比哈。好，其实我的那个isabat的一没有大写。好好好，对，第一个字要大写嘛哈。对了哈，你看沙巴它是个地名，所以它还要大写哈。好，我们看一下书写的哈。好，它的翻译就比较简单了哈。好，乌鲁曼尼都麦马萨古亚他的安奈格罗伊沙巴好，所以你看就说他把这个整个句子结构混在一起，他把乌往前乌鲁曼但是差别就是原先这个词哈，那个书写原先这个词，你看看你怎么把它加进来，那就完美了。我就是想不到要用哪个字。一样啊，他这边有没有看乌纳诺有没有？哦，乌纳努鲁曼。哦，哎，就这么简单，不难的。你一定要会用这个，原本属于是啊，乌纳诺就是原本属于是啊，就是原来是啊，是不是？好，你把这个加进来，那就完美了。看，其实这个句子结构才是我最喜欢的结构。为什么？它整个合并不需要分开的，不需要分开哈。好，这个很漂亮哈。乌纳诺鲁曼你都卖马斯拉不要，把答案罗伊沙巴漂亮啊。好，我们看智慧了哈。好，itilah irutuk nu sapat kuya tak akai kalau unanu luman itu main masalah itilah irutuk 没有问题了哈。在它就是这个在先说哈，在那个地方山上那个那边算山上吗？勉强了哈。那个智慧，你去过那个吗？扫巴吗？扫巴去过吗？有，你有去过哈？有，那个应该也可以说是山了哈，它其实不高了哈，不高，算台地吧，不高。你去那边是干什么？照相而已啊？看石头？好，看石头，几块石头？没有哎，就那个地名真正的地名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黄东秋教授的家就在那边哈。但是他们叫如木，他的部落叫如木，如木。为什么叫如木？因为他们那边的很窄，他们是一个就是扫巴在往东的方向走进去，那个地方很窄，所以叫如木去过2次那个地方。好，介绍一下哈，黄东秋教授大家认识吧？认识啊。好，认识。他已经退休了，到处演讲哈。老师不是在武赫那个地方哦，不是在武赫那里啊。就是扫巴就在武赫啊。扫巴就是武赫啊。哦，扫巴对啊，扫巴。武赫就叫撒巴的。没有，那它是整个地方叫赫，但是它有很多小部落小部落
理论上我们阿美族应该就是住在那个沙巴的那个石块那个地方，那因为有很多原因啦哈，躲避啦，所以就往那个有没有往山下走，好，甚至更低哦，好，往里面还有几个部落小部落哦，还有嘎拉拉，嘎拉拉是我跟你讲，没有对真正的地名就叫嘎拉拉，你说五鹤真正的地名叫嘎拉拉，我们阿美族话叫嘎拉拉，嘎拉拉，可是单词可以叫什么？加纳纳，对，看热跟呢的关系，就是这个热跟呢有很多话是对应的啊，嘎拉拉，啊，它就变成嘎拉拉，其实是嘎拉拉哦。好，对，嘎拉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等等哈，等一下哈。这边有讲到一些地名的话，如果我有稍微知道一点，我可以稍微讲一点啊。地名，其实我很喜欢研究地名啊。好，我们看一下秀兰的哈。Uyanan tata akai afkoroh dirasa isabat unanu rumah ni tumai masa 基本上Uyanan 还是那个还是那个但是我们看一下原先是独卖房子，你就把这个词提前了那一块大石头Uyanan Uyanan 这边加个还是那块大石头，是不是？伊拉萨伊萨巴在萨巴的那个地方，Unanurumak 是原本属于独卖马萨的房子这个要不能连在前面的词是Unanurumak 现在就说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没有主词嘛就是说你看那一块大石头是主词你看不亚达安艾亚有没有？不亚你看这里也看到不亚，你看都是主词在这里我给它在这里都用成红色你看这里也是不亚有没有？所以那一块大石头嘛，中文看那一块大石头再少吧或者原先就像你这个原先无亚难原先是当然你这个翻译是什么就在所以这个你看看怎么乌纳努，所以应该是一吧伊迪拉萨伊萨巴就是说你看我这边给你改我先保留然后我再给你修改一下好，这个往前一定要删一删吧这个是动词所以这个哭没有问题，改成哭不要难有没有就 OK 了删一删吧不要难大概不够了是吧？这样会不会比较顺？因为不要难就是主持人的那个所以这个主词在这里这个主词在这里所以这个记法结构的话就跟中文是对称的好，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子习它是直接估啦这个就是口语这个很厉害，估啦就是主词没有错，那一颗大石头有没有？这个厉害，这个在口语常常出现不长估啦估出现在前面还真的是有蛮多的文章你这个结构就是按照中文的结构了估啦当然要把估啦伊拉萨伊萨巴乌纳杜杜那
乌那努啊，这个鲁玛那个读麦不能先哦，要鲁玛哦，属于谁的房子哈？属于读麦，乌那努读麦就会搞错了。原本属于读麦，可是这个是什么？是房子嘛哈？所以那个，哎，你是智慧吗？啊，子熙。对，所以这个鲁玛要在前啊，乌那努鲁玛，然后属于谁的？好，因为我们用努哈，不是说不会，通常哈，努大概是属于功能性，属于什么样的？啊，用努呢，用人也是可以哈，但是我们在乌那努鲁玛，你要用你有没有？用你，这个你它就是一个格位标记啊，属于谁的人的。可是努呢，如果是东西的话，大概都会用努，比如说乌努茅草屋怎么说哈？茅草屋，那个志熙，茅草屋的话，你会怎么说？茅草屋，茅草叫是不是？对，那茅草屋怎么说？这个就有2种了。乌努你说乌努乌努，然后呢？后面要接什么？乌努鲁玛是吗？乌努尔列阿鲁玛可以这样讲吗？没有问题啊。好，可以啊。所以这边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它多了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词啊，它是一个词，所以后面要加一个连接词鲁玛。所以那因为没有那个中间就是只是一个房子啊，房子那努鲁玛，你多卖嘛是了啊，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哈。好，子琪这样可以吗？因为这个人的话，就是说不是说不能用努哈，用努的话就是属于这个比较大的概念哈。那个呢是单数啊，单数的，属于独卖的而已哈，一个人的哈。了解。好，再来是这个地马豆。你什么会？会琴吗？会琴，一个智慧，一个会琴。所以你会弹琴吗？哈，会琴？不会啦。你要改名字，你不会弹琴。会琴。开玩笑哈。好，乌鸦当然以前会1000哈。好，乌鸦，你这个结构就是什么？就跟古拉又不一样了哈。因为古拉最起码说什么？古拉有什么？古拉最起码是主词啊，那个只是它中文结构，它有主词，你没有，所以用乌鸦呢，其实是你看你这个是乌拉呢？乌拉是一样吗？差别不是很大，因为就是那个乌拉也是那个，乌鸦也是那个，可是那个一个比较远，一个是很近。乌拉，那为什么会用乌鸦？因为我们跟它跟这个地方怎么样离得很远嘛，而且你也看不见嘛，是不是？所以最好是用乌鸦。可是呢，就是这个主词是不行的哈，因为你这个沙巴有没有在后面？好，说你没有主词，你看到这边乌鸦难有主词，乌拉有主词，这边这是改的哈，前面你看到没有？前面都有什么？乌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古？哎，这边是古亚，有没有看到？这边呢有古亚，这边古亚，就说古亚就是那个，因为它是个主词，你这个无亚也是，但是无亚是什么啊？无亚是那个，无亚要写成是那个。啊，就是我们有时候翻译，就是这个是普遍现象哦。无亚，他把它当成是那个，它其实是那个哦，所以是那个的话，它就是动词。它摆在第一位没有错，问题是你这边就没有主词了，因为我们的中文那个是主词，所以它用古拉是对的哦。好，我们先不论说是近的还是远的，最起码古拉是那个那颗啊那颗大石头，当然最好这个还是用古亚比较好啊，古亚比较好啊，因为是很远的，因为沙巴很远嘛啊，古拉就是你看得见哦，古亚的话是看不见啊，很远啊。那你的问题也是一样哈，我们把这个句子稍微修改一下哈。这伊莎巴呢还是往前比较好哈。好，伊莎巴不一样，这样改就好了。好，伊莎巴不一样，当然要个乌纳努鲁玛尼都卖嘛是吧？好，那个慧琴，好，可以吗？这个可以结构可以哦，这个结构就是按照中文的结构，这样说我们的记法结构就是对称的哈，会比较规范哈。你的意思也是对，但是就是说主词就有问题。好，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翻译普遍的问题也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多练习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翻译就会很规范哈。好，应该没有了哈，我们看下一句哈。下一句是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哈。扎拉巴拉亥在其美，这个就是翻，这就是词组了哈。没有，这个有动词与词组哈，有动词哈，有主词、动词哈，在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两个短句啊，这个应该没什么好翻的哈。那我们还是翻了哈，做练习就是除了人民之外就是部落哈，人民部落啊。好，这个应该很快哈，我们翻一下。所以这个在，你看它就是个动词，在哪里？在其内，在哪里？在台湾。对，扎拉巴纳亥是个人啊，加入五二在台巴了啊，打发路独立啊，这应该很快哈。好，书写翻好哈。所以你看都是一哦，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那个一是什么？它是个动词词缀啊，动词词缀啊。好，一个位置扎了把那还一打发动几打哇，好，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一动词在啊。主词主格标记单数啊，七七，所以一动词之缀，基呢主格词词缀单数啊，第三人称，所以它其实就是两个词啊，两个词。所以在阿美在其美呢，它是一个动词啊，在其美，你在哪里啊？在其美。你在哪里啊？在其，我在其，啊，杂老板呢还在其。好，我们看，应该这个大概问题不大了哈。这现在你不见得就是要按照我的说法去写这些文字哈，因为有很多人是要考试哈，如果你按照我的哈。然后考试他给你打叉的话，我就对不起你啊！我要先说哈，
好，一机会，所以你这边呢，一机会带起杂了把它害，一大把龙爱起加入，好，所以这个很好哈，你加个爱哈，加个爱，所以你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马兰或恒春的技法结构哈，所以就是时态哈，马兰跟恒春的时态是比较规范的啊。那如果说是海岸跟秀姑兰的话，时态比较没有那么强调啊，时态啊，所以这个句子结构啊，所以苏贤大概是偏海岸啊，这个下面这个句子就是偏马兰啊，偏马兰啊，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好，这个是会琴哈，会琴的大概是一样的哈，所以。会琴它是在海岸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结构哈。以机会去找到巴拿海，以卡巴隆去加入2啊，大概都是这个结构了哈，没问题。好，智慧好，还有加个皮啦，可以哈，没问题。老实讲哈，就是如果说要按照传统的阿美语的，我们就是说口语化的话哈，所以这句还是比较规范的哈，这句，因为我们大概都会说一滴啦一啊，一滴哩一，大概是比较口语，大概是如此哈，所以一滴啦一滴位几张了巴拿海哈。一大巴隆几加入啊，所以一滴了一，这个很好哈，兼顾到口语又兼顾到这个语法结构哈，蛮好的哈。好，我们看秀兰哈秀兰呢也是用一滴啦哈。好，一滴啦沙一机会几张了巴拿海啊，一大巴隆沙几hello， 好，这个那个秀兰，你为什么会加沙哈？你的用法是在哪里？加沙？习惯呢？你习惯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沙是什么意思哦？是哦。这个沙哈不是错哈，就迪拉沙，就是表示他们就一直在哪里咯？一直在那里哎，就可能说他们都没有离开哦。迪拉沙一机会争了，错的，当然错啊，会有这个意思哦。我没有说错，就是说你当然你有强调的意思。迪拉沙就有点是一直在那里，它有这个意思存在，有没有？有哈，有吗？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沙。不，可以啊，不是错的问题。说你加了这个词，当然就是你的想法哈，没有问题。很好哈。我比较研究那个，比较喜欢那种有点不一样，然后我们去研究讨论哈，激发一下脑筋哈。脑力激荡哈。对，真的我们要多想哈。好，一滴的爱意因为起杂了，把它还起加入啊，好，所以它通通加这个一滴的爱一哈，所以这个基本也是南方的哈，要加爱哈，这个是子习啊，果然是哈，子习啊，好，一滴的爱意因为啊，这个很好哈，一滴的爱。好，一滴的爱。老师有加爱的话是强调吗？表示正在。一滴啦是在那里，一滴啦是在那里，一滴的爱现在正在那里，正在。正在给位这样子。哎，对。我的是一直在那里这样子啊。对，它那个沙就是它有那个稳定的状态的概念啊，
还有那个对沙有在，所以沙也是它的意思蛮丰富的哈。嗯，好，都有了哈。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句哈，下一句这个就单词可能看看了哈。毛是奇美的毛是奇美部落的信物，哦，所以毛信物。梯子是太八郎的信物，就是看你们怎么翻这个毛。好，你们不一定就是说毛是什么东西，它是什么个概念，信物大概没有问题哈。所以这个信物是什么？就是说可能是这个部落的标记或者是什么大概是这个概念哈。你们不要按照字翻哈。毛是什么东西？那可能没有人看过毛，因为没有跑过船或者是住山上的哪有毛梯子大概没有梯子所以你看，但是我们阿美语没有毛这个词，它是一个替代词。就是这个也是我在想，当然不是说我们过去没有跑船，而是已经真的是非常久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登陆传说，问题是这个登陆传说，我觉得超过很久了超过很久，肯定最少1000年以上那毛，可是我们没有毛这个词当然我就是现在没有看见的我也没有调查过这个但是我看的资料里面呢毛呢这个字呢确实是一个替代字，并不是阿美语看看你看看你有没有，如果你有没有毛这个词所以它变成就是解释的一个东西毛就是让船稳住的一个东西，勾住它主要是勾住那个土海里面或水里面的土勾住呢，它让它船不会跑掉毛的概念是这个那你看看要怎么翻。那信物呢，你也不要太强调它就是一个标志标志毛嘛，毛就是一个标记梯子就是个标记梯子就是太八郎的标记毛是奇美奇美部落太八郎所以关键是什么？所以毛是主词，所以是动词，是所以我们已经这个翻了你说你看梯子是主词，是动词所以这个结构不难，就是难就是单词这个结构非常短。毛是奇美部落的姓名毛是个记号，什么记号？奇美部落的记号你可以怎么翻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翻好的没有你如果有单词是最好的那因为我们讲到就是这个打夫过去打夫过去呢，它有铅块可是铅块呢我看到文章也有人用这个词铅块。那铅块只是一个重量沉下去，但是不见得能够勾住我要说的在这里所以基本上我是不建议用这个词不建议，因为毛它是个重物，问题是它会勾住，关键在这里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词的话要怎么用就算你不会这个词，你看你怎么用构词法的概念去用这个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练习的应用构词法。好，千代的好好，你看他就是用那个好，你的是我写2种谢谢。好2个好，没有关系我们多练习好，他用打哈比南岸可以当做显示的其实就是标记好，所以他用登录了登录了的话是毛还是什么？
我是查字典的它是毛是吗？毛，登录的是毛是吗？我是查那个萨福路老师的字啊典，蔡啊啊！哦，他用这个字哈，登录，好，登录，好，可以了。他说好，登录了，它应该就是沉下去而已的意思。啊，其实也不是可以哈，当然我们可以讨论哈。好，我大兵那个努给位不登录的哈，这个没有问题啊。我一定要在第一个字，没有错啊，是啊，属于谁啊？所以主词就是什么？登录了，对，登录的是大兵那个努当做当做的什么东西案啊？当什么什么案？哈比浪就是可以看出来显示的哈。好，另外，哦呦，你这个是3个了，不是2个啊？不，我哈比浪努打发弄过，大概呀，好，大概呀，好，梯子哈，梯子梯子也是可以了哈，大概呀，蛮绕舌的哈。好，也是一样哈，我打比那案努打发弄过，大概呀哈。好梯子，好，我登录了过打比那案努，好，当然就是说，是毛，所以这个记法结构就是颠倒的，就是普遍很多人翻译会变成这样，是毛，有没有？我登录了过打比那案努，所以这个主词结构就变成是什么？奇美，好，属于奇美的信物是毛。好，大概呀，大比那个弄打发弄，属于太八郎的信物是梯子，就是这个结构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翻译大概是偏向这个哦，但是主词受词是颠倒的啊，就是很多的口语可能会是这么写，好，但是你这个上面的才是正确的哈，上面的好，谢谢。因为你看，我们以孤来做区隔嘛，孤的后面就是主词嘛，孤的后面就是主词，所以这样就是刚好是颠倒哈。它应该是这个是什么？是不是？是信物，属于奇美部落的信物结果反而变主词这个就是其实你就是可以做对比哈。好，我们看一下社会的哈。智慧的就是属于这个了哈，所以主词是用登录式。好，我登录这个大都这么弄平我刚完了过它都中所以也是颠倒哈，那个智慧是吗？对，好，所以你的颠倒了主词颠倒哈，我就给你改一下哈。能用打图中很好打图中可以哈。登录哈，所以登录你是哪里的方言哈？我刚查一乐园。一乐园哈，好，对，它是属于哪个方言哈？好，他这边用嘎哇了哈，嘎哇了，很好哈，嘎哇了其实就是梯子哈，当然还没有别的方言哈，所以这边的主词就是嘎哇了嘛，是不是？梯子是不是嘎哇了还有什么？登录是所以这个是主词所以孤的后面是这个词才是对的哈。那你的意思就是变成是大概口语会这么说，口语这个口语就是什么？按照中文的结构会偏向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大概有1/3的9阶教材是属于这种翻译是属于这种还算蛮严重的就是记法结构意思是对的，可是记法结构是不对称的
分散。好，好，我们看一下书写哈。好，我kabinangan no kiwi tu tenus 好，我kabinangan no tagalog tu 好，台湾哈，基本上这个结构是对的。现在就是说这个嘎啊，它用嘎哈，我们讨论一下哈。不啊，tenus 没有问题啊。好，不嘎哇啊，这边主持。现在就是这个，它用嘎啊嘎。kahabinangan 哈，跟dahabinangan 的差别就是说，那个da呢，它有当做的意思在，kahabinangan 就是说，它大概是有，好像就是要看的东西，哎，那个东西是要看的啊，要看出来的。其实也不是不对哈，就是说大比浪的用就是指那个东西哈，那嘎比浪是表示是我们人去看那个书贤，我个可以理解吗？可以，哎，就是大比浪是指说那个东西，因为现在讲的是什么？那是毛是不是？那毛那个东西对不对？嗯，所以要用搭比较好。用是搭呢，就好专门像是我要去看搭，是我要去看那专门的个东西。对专门用在那个的。你说那个嘎是吗？搭是有专门的意思。对，不，就也有专门的意思，就是说，但是它是指那个东西。嗯，可是如果是嘎的话，是在我们人这里咯，我们人去看那个东西哦。你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吗？可以，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毛嘛，有没有？毛是干什么的？可是你这个嘎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变成是我们要去看那个东西哦，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哦。好，当然这是我的解释了哈，好所以我觉得用搭比较好，用搭哈。好，那你还是可以问问长辈哈，问问长辈这个两个词哪一个比较合适哈，我们也可以多做讨论哈，就是这两个词啊比较合适的是哪一个？好，还有哈。好，秀兰哈，所以秀兰也是大概是就是按照这个比较像是中文的结构哈。utunun kuno kiwit tapinangan utukan kuno哈，就是说这个结构就是说颠倒哈，所以我们给它修改一下哈。utahabinangan utahabinangan nu nu kiwit nu kiwit ku utahabinangan nu kiwit ku tu nus 好，这边呢utahabinangan no tabalong
不都干啊。这样的话，这个结构就是对称啊，因为主词是什么？主词是多毛，是不是？毛毛是不是？啊，所以后面的主词是都干，梯子是怎么样？啊，这个结构的话就是对称的一个记法结构啊，对称的记法结构。好，看一下哈。好，这是会琴的哈。Udaha pinangan no kiwit kiwit ku tunas tenus udaha pinangan no tabarong ku kaya kayan好，反正都是名词了哈，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tenus ku主词在这个地方。乌干梯子是所以主词是benut干动词是乌属于泰巴朗的信物达比南龙的巴龙属于奇美的信物达比南岸路就是属于有没有用路好，好，我这边会琴嘛哈。哎，慧琴，嘿，是我这边哈改成这样哈，你看看哈，通吗？下面这个，你念看看。下面那个最下面这句，你念看看顺不顺？乌努达法隆这个吗？乌努达法隆什么？他binangan ku kaya-kayan，通吗？我应该差不多吧。少了一个音。乌努达法隆安什么？乌努用乌努达法隆要加个乌努达法隆安达binangan ku kaya-kayan。你看，就是其实这个词组结构就是说我们要常用哦因为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泰巴朗的信物有没有？它这个词组的概念是什么？泰巴朗理论上这个叫中文结构了，泰巴朗的信物当然前面是属于泰巴朗的信物，那这一句是什么呢？属于泰巴朗的信物是，这个翻译可以理解吗？你看是属于泰巴朗的信物，这个就直接翻了下面这一句干桥不是梯子了，不是桥，很容易把它当成桥。梯子是属于泰巴朗的信物，就下面这句。往上走这个呢梯子是属于泰巴朗的信物这个翻译差一点点哦，但是这个达比那安诺达法隆这个还是比较规范的词组结构。那达法隆努达法隆达比那安这是中文的词组结构，但是基本是 OK 的基本是 OK 的这边稍微给大家做对调一下参考一下。还有子习的所以这样翻就是说让你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变化灵活是在什么？还是词组的概念
因为是 nu 呢还是 a 呢，它就不一样啊。所以如果后面是接 nu， 后面是接 a， 会不一样哦，会不一样哈。所以我们慢慢把这个a 的词组、nu 的词组、do 的词组哈，多变化一下哈。好，tapi nang nukiwit anyaro nu 好，tapi nang nu tavarong anyaro好，你这个就是这个也不是问题，问题就是没有主词没有主词那因为它的主词是什么？毛，毛，还有梯子，behave 这个词很好behave。所以我们各个地方的那个梯子就是你看我们这边有4个嘛盖behave 干，还有一个什么？嘎万，好，你看这边就4个单词了4个梯子的意思所以我们最好都学会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再分方言你通通会，那不是很好吗？好，那这个概念就是说这边变成姑就好了姑，这个姑那下面可能要改这边还是要加乌乌打比南岸更小心。我打比那个努比你要说go 我打比那个努打发动你要说这个一就不行了，这个一就要去掉go 这个结构的话就跟中文是对称那个是什么习是子习不好意思，我很容易忘名字我比较会记阿美族的名字了。老师下次我改阿美族的名字，因为国语的名字我记不住，真的，特别是你那个字那么难念，子习，好像重音也不对嘛。你念一下你的名字，子毅，念义对呀，你看我都念错，你也不告诉我，不好了，有病所以真的很难。你最简单的那个就是什么我念过。就是还是个概念呢，其实都是是表达都是对现在我们就是要提升成说中文结构跟阿美语结构是对称的将来的话我们在教学特别是我们将来当老师，不论是在小学、国中、高中，甚至是大学你就可以把这个记法结构教导这个才是一个规范规范的记法结构。因为中文阿美语是对称的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好来带领我们的后代。因为我们的阿美语现在是越来越薄弱，为什么？我们使用的频率会越来越低但研究的人会越来越多，可是说的人会越来越少，会偏向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光研究不行所以我们还是要用语言如果不用的话，它就到博物馆了。所以我们既然研究，我们就要多用把我们的记法结构很规范化的应用那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特别是我们现在9节教材有很多记法结构是可以修改的，因为大学生他就会问可能高中生以下都不会问，可是大学生就开始问这个主词什么那就麻烦了好，所以我们时间也刚好其实我们这样会比较有效果好，那